今要推出的新节目《电视脱口秀》，都还未开始播送咧，都封地做是辅导级，可见这个内容一定是有够强、有够险。上不限制电视单卫星节目，今夜自口也记者会都是险。要请222，我们要决定来抓我们的某某视网膜到底做了什么事。 华视总经理郑宏嘉特别将代表言论自由的免死金牌交予节目主持人视网膜，就是要聊落去。我们华视都可以亏了，还有什么来宾不能亏的，对不对？我们就免死金牌给所有的制作团队，但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让我们被告。视网膜摕到免死金牌都无客气啊！单位努力一下，要一起加油，脚本写贱一点，最好可以被告，好吗？讲别人当然卖亏家己。 跟家里有装尼尔森收视率记录器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话，因为你们就是神。拜托大家，接下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华视已经没有什么人要看了。资深的新闻主播盛祖如做头一集的特别来宾，互人白条咧。这是代课，知道吗？我们的节目叫做《今夜造口业》，是吧？ 对，那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得罪政府、会气死观众、会气死电视台之外呢，我们当然也要气死来宾。除了观众的笑，负责监制电视台主管，竟然是老庆官。那句老话，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